社會福利員將工業行動升級，布殊警告伊拉克仲唔撤軍就會開戰。甲組聯賽麗新贏星島4-0。新聞嘅詳細內容，華員會福利員分會今晚決定將工業行動升級，抗議政府唔增加福利員嘅人手，減輕佢哋嘅工作量。佢哋話工業行動對市民冇影響。李德成報道。華員會福利員分會今晚召開特別大會，一致通過3項決議，包括繼續唔去追查過往高齡人士離港嘅記錄，同埋唔去追討多領嘅款項。另外，由於冇足夠人手，係唔可以處理因為高齡人士出入境電腦化所引起嘅額外工作。大會又通過喺處理緊急救濟工作嘅時候，唔再擔任當值主任嘅職務，交翻俾主任級員工負責，但係就仍然會繼續處理救濟工作。大會話呢一啲只係行政上嘅安排，係唔會對市民造成不便。佢哋話為咗唔想令到老人因為園方同埋政府就人手短缺問題而失去領取津貼嘅權利，福利員係會恢復處理較早時政府單方面停止支付嘅8000個老人嘅高齡津貼。社會福利署一共有400多個福利員，佢哋一直係要求當局增加20%嘅人手，同時又唔滿意政府寧願花幾十萬去招請嗰啲散工去取代福利員嘅工作，都唔俾超時工作津貼，舒緩人手嘅不足情況。無線電視記者李德成報導。9個已經甄別為非難民嘅越南船民今日向最高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推翻原來嘅甄別結果，判佢哋係難民嘅身份。張志剛報道。9個船民連同佢哋嘅家人今朝由白石船民羈留中心去最高法院。船民嘅代表律師喺庭上指人民入境事務處官員喺接見船民嘅時候犯咗好多錯誤，對啲船民極之唔公平。據代表律師指出，入境處嘅官員所犯嘅錯誤包括喺會見嘅時候記錄唔完整，唔俾船民進一步解釋。入境處官員所作嘅記錄部分亦都同事實不符，而佢哋喺會見嘅時候原本係要填一張表格嘅，但係實際上好多入境處嘅官員喺會見嘅時候只係做筆記，幾日後先至根據筆記填表。律師亦都投訴翻譯員嘅水準低，船民嘅意思唔能夠準確咁樣轉達。亦都有船民指入境處官員並冇理會佢哋提供嘅證明文件。咁同時由入境處官員所作嘅報告，代表律師指佢哋唔清楚越南嘅情況。代表律師向法庭申請推翻原本嘅甄別結果，並且由法庭宣布呢9個人係擁有難民資格。今次聆訊定期6個禮拜，代表政府律師稍後會陳述政府嘅立場。無線電視記者張志剛報道。喺沙田白石越南船民中心，大約4000個船民喺營內遊行，抗議甄別政策唔公平。白石中心一共有10個營房，其中5個營房嘅船民下晝分別發起示威抗議，佢哋拉起橫額，仲抬住一個自由神像模型，圍繞住營房遊行。佢哋一邊行一邊叫口號，指責港府嘅船民甄別政策唔公平，同埋反對將佢哋遣返去越南。懲教處職員並冇阻止，只係喺旁邊監視。船民行咗大約半個鐘頭就散去。懲教處發言人話，估計總共有4000人參加遊行。伊拉克喺波斯灣問題上突然間態度強硬。伊拉克官方通訊社啱啱宣布，會再加派大約20萬軍隊去科威特，令到入侵科威特嘅伊拉克軍隊總數接近40萬。伊拉克較早時宣布喺聖誕節期間釋放西方人質，希望分化西方國家對付佢嘅團結力量。不過收效就唔大。美國國務卿仲指伊拉克係喺度玩弄無辜者嘅生命。陳志新報道。伊拉克嘅聲明話，總統薩達姆同高層官員開會決定，應好朋友嘅請求，伊拉克由12月25號聖誕日開始，喺3個月之內將全部西方客人釋放，包括埋美國人在內。但條件係喺呢段時間之內，和平氣氛係冇受到破壞。正喺巴黎嘅美國國務卿貝克話，薩達姆只不過喺度玩弄手段。喺放人質嘅消息傳出之前，貝克喺巴黎正努力遊說聯合國安理會嘅成員國，支持喺需要嘅時候對伊拉克使用武力。喺15個安理會成員國當中，只要有9個支持，議案就可以通過。而家貝克已經得到8個國家嘅支持，而羅馬尼亞外長更加話，貝克邀請佢喺今個月底到紐約
親自投票。貝克後嚟否認有咗決定。貝克最重要嘅都係要說服蘇聯，佢同蘇聯外長謝爾德納澤見面，就係想得到蘇聯保證唔會運用否決權否決呢個議案。無線電視記者陳志新報導。另外，以美軍為首嘅多國部隊繼續喺沙特阿拉伯邊境進行軍事演習，而尋日由於風浪太大，美軍取消咗沙特嘅搶灘演習，今日會再試過。胡家少報導。數以千計嘅美軍同戰機，琴日喺沙特阿拉伯對開海面進行第一次灘頭突擊演習。演習嘅代號叫做迅雷，分為兩棲登陸同空降兩個部分。由於琴日好大風，海面嘅浪有3米高，一隻登陸艇落咗水之後，俾啲浪打到搖擺不定。終於呢個部分嘅演習要取消，至於空降嘅部分就照原定進行。10幾架武裝直升機將400個士兵，包括30幾個沙特阿拉伯嘅海軍陸戰隊，由美國戰艦關島號空運到科威特邊界以南160公里嘅沙漠。同時，幾百架美國、英國、法國同沙特嘅戰機就喺上空掩護同支援。呢次演習冇發實彈。無線電視記者胡家少報導。喺巴黎出席歐洲安全及合作高峰會嘅美國總統布殊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警告伊拉克要盡快撤出科威特，否則就會受到軍事攻擊。另外，北約同華約集團今日正式簽署大幅度裁減常規武器嘅條約，結束40年嚟嘅軍事對峙局面。葉慧文報導。歐洲34個國家嘅領袖琴日陸續抵達巴黎，喺今日出席1連3日嘅歐洲安全及合作會議。法國出動1萬個警察喺會場周圍嚴密守衛。美國總統布殊結束喺德國嘅訪問之後，琴日亦都到咗巴黎，立即同法國總統密特朗見面，傾波斯灣危機問題。布殊會趁今次歐洲34個國家嘅領袖一齊開會嘅機會，尋求佢哋支持美國對付伊拉克嘅政策。外交界消息話，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當中，除咗中國之外，美、蘇、英、法4個國家嘅領袖會商討軍事進攻伊拉克嘅可行性。至於歐洲安全事務方面，東西方2大軍事陣營北約同華約集團經過20個月嘅談判，今日正式簽署裁減40常規武器嘅條約，每一方面嘅坦克限制喺2萬架以下，至於戰機嘅數量就唔可以超過6800架。呢份裁軍條約標誌着東西方嘅冷戰時期已經結束。無線電視記者葉慧文報導。港府研究緊將運輸署牌照部私營化，縮短追討汽車定額告票罰款嘅時間。不過汽車會就認為呢一個方法唔可行。黃玉榮報導。喺政府帳目委員會聆訊上面，立法局議員係質詢點解會有近5000萬元違例泊車罰款積壓咗未交。政府官員係解釋現行法例係有漏洞，由發告票到追討罰款中間有120日咁長，有啲欠款人士利用呢段時間將車輛轉咗手，令到追討工作有困難。不過政府今日決定修改法例，規定車輛喺未交足罰款係唔可以轉手，杜絕呢啲逃避罰款嘅辦法。但係修例係有其他地方要考慮嘅。That involves, in fact, study of not only just transport issues, but common law, human rights, and so on. So we have to look at that quite carefully. The law can be broken at the moment by a number of means, and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is only one of them. 警務處長李君夏就話，佢哋會繼續追討呢筆近5000萬嘅罰款，並且會深入研究，睇下有冇人存心係欺騙。若果有足夠嘅證據，會提出檢控。運輸司梁文健就話，修例工作會喺呢個立法年度完成同盡快執行。運輸署長蕭景柱就話，另一項長遠嘅對策係將運輸署牌照部交私人經營，希望咁樣可以縮短將來追討罰款嘅時間。汽車會執行幹事戴禮賢就認為，將牌照部私營化係唔可以幫助解決呢個問題。佢相信根本嘅解決辦法係修改法例同埋增加多啲停車場，等駕駛人士唔會逼住違例泊車。無線電視記者黃玉榮報導。